唔係請求，我只係冇依靠。當我唔在乎嘅時候，或者一切就會好起嚟。都已經1個禮拜啦，點解個客仲未俾 comment 嘅？唔通我哋條片唔中女性市場？冇理由㗎，我哋跟足人哋 MV 嚟做，人哋 YouTube 好多 views 嘅喎，女人應該中意睇呢啲嘢嘅喎。係咯，我都中意睇呢啲嘅喎。尤其係佢除鞋露對腳出嚟嗰一段啊！咁究竟出咗啲咩問題呢？我知啦，一定我哋太在意女性市場，搞到條片冇晒信息。原來係咁，等下仲怪拍咁多小腿添。就係因為我哋太在意女性嘅市場，忽略咗影片應有嘅信息，都怪我太了解女人嘅心理啦。今次真係聰明反被聰明誤啊！都已經半個月啦，點解個客仲未俾 comment 嘅？唔通我哋條片唔夠資訊？冇理由㗎，我哋用晒公司嘅 A4 紙啦，人哋 MV 都係咁做㗎。係咯，我覺得睇完條片學到好多嘢喎。咁究竟出咗啲咩問題呢？我知啦，一定係我哋太在意信息，忽略咗條片應有嘅劇情。原來係咁，等我仲不停強調女仔發生完唔安全嘅性行為之後，一定要保障自己去進行身體檢查。就係因為我哋太在意信息，忽略咗個劇情啊！都怪我太關心女性嘅健康，今次真係關心則亂啊！我哋經歷咗咁多波折，咁多劇情，終於可以喺埋一齊。但係點解你發生完唔安全嘅性行為之後，冇去檢查？點解啊？都已經1個月啦，點解個客仲未俾 comment 嘅？唔通我哋個劇情太過煽情？冇理由㗎，我哋已經拍咗365集去補完劇情，情節發展非常之咁平衡。係咯，我睇完之後喊到收唔到聲喎。咁究竟出咗啲咩問題呢？我知啦，一定係我哋太在意個客嘅要求，迷失咗自己。原來係咁，等我仲私底下着女性內衣褲返工，諗住代入女性角度添。就係因為我哋太遷就個客啦，迷失咗自己啊！都怪我太好相遇啊！今次真係人善被人欺，簡單一個道理，我怎麼不看透啊？好啦，今次我哋依度拍翻我哋自己中意嘅嘢啦。我係繁星 band 殺手，繁星 band 嘅殺手。我係繁星 band 殺手，繁星 band 我係繁星 band 殺手。血型係 AB 型，星座係天秤座。我係繁星 band 殺手。繁星病殺手，佢嘅父母都有性病，所以極討厭啲發生完唔安全性行為而唔去驗身嘅人。發生完又唔去驗身嘅人，佢會採用血腥手段進行制裁。唔驗身嘅人，但有時都會濫殺無辜，滿足佢嘅慾望。佢仲中意一個人打邊爐。喂 Monkey 啊，咁呢，我就睇過你哋段片啦，就覺得相當符合女性嘅市場嘅。不過呢，如果 Soco 除埋條褲，咁就最好啦。啊，仲有，最後嗰段呢，個女仔可唔可以加翻啲獨白或者心聲啊？例如講翻，我以為得佢一個會冇事，早知唔帶揼之後就去驗清楚啦，好後悔啊之類，咁樣就更加清楚啦。啊，仲有呢，可唔可以呢？喺最尾呢，加翻啲測試資料同埋 show 埋關懷愛滋 logo 同埋啲贊助基金啊！仲有加埋呢段關懷愛滋為13至25歲嘅你哋提供保密、免費、不記名嘅測試。如果你有唔安全嘅性行為，就打去23946677預約。想知更加多資料，即刻去關懷愛滋網站 http://aidsconcern.org.hk 查詢同預約測試啦。都係加翻少少嘢啫，你哋冇問題個嗬？